欢迎大家出席香港教育大学庆祝香港回归28周年升旗仪式。有请学生升旗队进场。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，升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，升香港教育大学旗帜，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。今日係香港回歸祖國28週年，亦都係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公佈實施5週年。今日我哋喺較大嘅校園同一眾師生參加升旗嘅儀式，共同感受國旗升起嘅神聖時刻，必能增強師生嘅愛國愛港情懷，樹立大家嘅國家意識同埋國民身份嘅認同。呢個過程具有深遠嘅意義。每一次升旗儀式都有助於增強師生嘅凝聚力，激發大家對國家嘅發展熱情，共同為建設更美好嘅香港同埋祖國而努力。升旗禮係最好嘅愛國教育課。作為香港高教界嘅一份子，我哋肩負培養國家未來人才嘅重任。教大將繼續堅守立德樹人嘅使命，為社會國家培養具備正確價值觀、深厚家國情懷、愛國愛港同埋國際視野嘅多元人才。好榮幸能夠喺今次嘅升旗禮擔任國旗持旗手。今次嘅訓練加深咗我對中式升旗禮程序嘅認識，亦增強我對國家嘅歸屬感。我好榮幸可以參加今次嘅升旗儀式。喺升旗隊嘅訓練過程中，我加深咗對中式步操動作以及升旗技巧嘅掌握。有關嘅訓練有助提升我哋對於國家同埋香港嘅歸屬感。